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古典园林苏州留园。留园是中国10大名园之一，属于私家园林，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1961年，留园与苏州的拙政园、北京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起作为中国古典园林，被首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。因此，这4个园林被称为中国4大名园。1997年，留园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我们看一看入园的大门，小到不起眼，对于初次来访的朋友，会犹豫好一会儿才能确定，这就是正门。如此名震江南的园林，为何不把大门装修得豪华大气呢？买得起马配不起马鞍吗？当然不是。苏州的园林很多都是辞官隐退后回乡官僚所建的私家花园，他们不爱人来客往的世俗应酬，喜欢独自在自家园地玩石赏月，摆弄花草，以回归自然，寄情于山水之间，开始大隐于世的田园生活。正是基于这种理念，苏州当地的私家园林大多是唯有气派华丽的高大门楼，其正门都力求于大道至简，朴实简约。苏州留园以独特的园林建筑艺术闻名于世，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一颗瑰宝。园内以建筑布局精巧，奇石众多而知名，是中国建筑史上经典之作。它巧妙运用了建筑空间的衬托、对比、大小、疏密、藏漏等布局形式，向世人展示了园林的奇特风采。它代表了清代江南园林建筑风格，与苏州拙政园、北京颐和园、避暑山庄并称中国4大名园。这不同型的。最高瞬时客流是4800，当前实时客流是39。目前这个39人呢？对。咱这个第一抢。新鲜点不能采集点东西啊，这个能做的专版的木胶笔，但尽量你采集很晚，你放在那。这块做一个世界遗产最小的，就这个标题。谁跟你说它是最小的呀？门儿是最小的。谁跟你说门儿是最小的？我见过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6个6个花坛。这个花放过来了，经常看媒体特别好吧？我那花可看到了，不要打，放在打头的。这个呢就代表了春天，然后您再看到这湖中的池塘，这里有荷花，这代表的是夏天。
树，那个桂花就象征着秋天。坐在那对面的亭子里，温一壶美酒，等待着下雪，赏这美妙的雪景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在留园3大必打卡建筑之一的五峰仙馆。它指的意思是前面面对着的5座山峰所面对着仙人所待的馆阁。这5座山峰呢是五老峰，也就是反无伤的五老峰。都说山主人丁，水主财。那山有了，水在哪里？水就在我们的脚下。您可以仔细看一下，脚下这个石头有冰裂的感觉，很像踩在水浪上，对不对？我这里也找大毛，行。好，我想单独找一个，来，单独找。好，行。我才买了才下，不买。一手就这高度，它的颜色挺好看的。它颜色非常好看。也有这种吗？有吗？没见过，都有这种。它10万，就是大街上。你谁是写的？你有吗？这一个件2起，形状。好，请找没有？找了。好，这些咱来过没？我那几个买进去，从上到下舞蹈舞蹈，你说不找？拿着那个银盆小。
说实话，你真的弄下来，你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是够用的。别有天，往里面走。哎呀，顶上。啊，这别有天。怎么这样？天哪！妈，别有天呐！他没啥。哎呦！那画的快的话，照一张这个照片，完了后你照的是足的，后面给你裁足，就老美的。太厉害了！